陽嘅第二日，去咗白馬寺同龍門石窟。咁龍門石窟就係中國三大石窟之一。O 唔 OK？OK 嘅，但係啲石像咧就好多崩晒噶啦，好多冇咗個頭啦，崩咗鼻啦。唔知咩原因，亦都唔去深究啦。咁好唔好彩就係坐公車去公交車去，留低咗個腳架喺巴士上，賴咗。應該講1990年歷史。咁諗住帶腳架係諗住去到6、7點佢開燈咧，影一影最大個佛像個石窟個位，開燈個位嘅。不過可惜啊，影唔到。咁另外白馬寺咧就係中國第一間國家建立起嘅佛寺，佛教嘅佛寺係第一間。咁白馬寺亦都係一間非牟利嘅景點，入邊嘅和尚係要做嘢嘅。傳聞啊，佢哋仲有啲 souvenir 送嘅，耐唔耐？同埋有唔同嘅時間咧，有免費嘅，免門票嘅。anyway 點都好，俾我嘅印象係十分之好嘅白馬寺。佢入邊有乜咧？有間茶室，供茶水俾你飲。咁想抄經嚟㗎呢啲全部。越飲越多人啫，但係好舒服嘅地方。咁佢亦都有個地方係讓你睇到泰國啦、緬甸、印度嘅佛寺嘅樣，入邊係點樣，外邊點樣，咁亦都係有啲構思嘅，我覺得。所以呢兩個地方可以嚟睇嘅，尤其是白馬寺。咁另外我就睇咗啦，點解印度要用藍色去畫個佛像呢？哦，原來藍色喺印度嘅文化之中，代表和平寧靜喎。我所認識嘅佛教上網睇㗎，以前傳入中土之後由印度，咁就因應時代、政治、地域、語言，大致上就分為3種。第一種漢語佛教，即係我哋而家中國人慢慢講落嚟，話自己嘅語言漢語 ，no matter 係普通話、白話、湖南話、福建話都係漢語。第二種傣語，雲南、泰國、緬甸、越南嗰邊傳咗過去之後，個語言就傣語，亦都因應變化咧有所唔同。第三種藏語，咁後來變咗藏傳佛教、密宗啊之類啦。咁亦都有人話泰國信奉嘅佛教係叫做小乘佛教，咁難道漢語係大乘嘅喎？咁有冇中乘咧？我就真係唔知啦。咁點解叫小乘？好注重呢個儀式。anyway 點都好啦，總之係向善，我就覺得已經係好噶啦，亦都應該冇乜大細之分嘅。好，呢個就係泰國、緬甸嘅佛寺模式，都好嘅。佢將唔同嘅佛教、唔同國家而家嘅佛教演變到現在嘅佛寺嘅樣擺出嚟，有啲心思嘅。我覺得白馬寺頭先飲茶嘅地方紫雨茶社，哇，bit perfect，可惜就後來人多嘅啫。印度風格嘅佛殿啊，印度端嘅係201年。印度佛寺嘅風格係咁嘅喎。佛教發現嘅印度發揚光大應該係中國喎，中土咯都，然後再傳至東南亞，再傳世界啦叫做。呢個就係龍門石窟，咁普通話讀龍門石窟，嗱唔好亂讀啊，好容易讀咗龍門石窟。呢幾個仲有個頭，仲有個 shape 喺度咯。撐幾日級樓梯上嚟，終於見到個最完整嘅佛像啦。雖然我冇咗隻手，呢個冇晒唔計大，嗰個完整度好高，唔係喎，
嗱，收稿啦，睇到啦，係收稿嘅呢個就唔敢講啦。呢個你明顯睇到隻手係收稿嘅，補翻上去，你睇咗。